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阁有惊人的举动，伊出兵空袭着伊朗3个核设施。伊阁来铺文讲，伊朗即摆的政权若无法度互伊朗再次来伟大，为什么无爱改换政权呢？美国攻击到伊朗的相片嘛现光咯，会当看到伊朗上界重要的福尔多燃料浓缩厂。 甲另外2个核设施的地面的建筑是互崩甲平。美国讲初步来评估，空袭对这3个地点造成着严重的破坏。也毋过伊朗讲，因老早就甲核设施内底物件散到安全的地点咯。 相片的倒面会当清楚看到6个真大的坑，表示美军确实打击伊朗重要的核设施。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美国时间21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惊动全球。即马卫星的相片会当看到伊朗上重要的霍尼多燃料浓缩厂上无有6个明显的坑，另外2个核设施疑似发汗甲纳碳珠，透过卫星的相片比对，会使讲是已经互美军完全破坏。I know that battle damage is of great interest. Final battle damage will take some time, but initial battle damage assessments indicate that all 3 sites sustained extremely severe damage and destruction. 美军了后就随调开记者会，表示这场半暝的重大行动对伊朗的核设施造成严重伤害。不过，伊朗声称早伫咧美军空袭进前就转移浓缩铀，无造成伤大的损害。若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表示，霍尼多确实互直接冲击。不过，若要讲美军对地下设施造成破坏，迄是讲了伤早。美国阁有专家分析，美军对伊朗造成的损害恐惊有限。The targets that were struck, you can see from the satellite photography, have quite limited damage that's visible. 美国专家烦恼，若是伊朗受到的影响无大，可能会加速来制作核武器，局势恐惊会升级。不过，就在这时 ，Trump 向破文，公布排除互伊朗换政权。 But if the current Iranian regime is unable to make Iran great again, why wouldn't there be a regime change? Trump 的破文互人真意外，因为伊的副手 Vance 和国防部长 Hegseth 进前拢表明，美国无要推翻伊朗的政权，敢若想要停止伊朗的核计划。国外媒体分析 ，Trump 即马提出要甲伊朗换政权，说落来中东的局势就更较歹预料。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